主席，全球科技革命咧，正係以一個前所未有嘅速度咧，去令我哋嘅社會同埋經濟咧係發生一個巨大嘅變化。國家嘅15規劃咧，亦都係明確咁支持咧香港係建設一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特區政府咧，亦都係提出咗加速新型工業化嘅一個發展嘅方向。喺呢個重要嘅時刻咧，職專教育無疑係配合新興產業發展嘅一個重點嚟嘅。喺呢度咧，我想提我自己幾點嘅睇法。首先咧，我想同呢個社會嘅認知開始講起。以前咧，大家普遍都係認為讀個大學攞咗學位咧就係一個正途啦，一定係可以有光明嘅前途同埋揾到好多錢。以前話從事一個技術嘅工種咧就係退而求其次嘅選擇。但係我覺得呢啲咁樣嘅諗法咧都係過時㗎啦，因為喺人工智能嘅時代咧，好似美國矽谷嘅著名創科企業家黃仁勳就講，佢話如果你識得用手同實際環境打交道嘅技術工人咧，喺 AI 嘅時代咧將會有非常之豐厚嘅薪酬。呢個同我哋傳統嘅概念或者我哋嘅諗法咧係完全唔同嘅，因為當越嚟越多嘅文書處理同埋分析嘅工作可以俾人工智能取替，真正識得用手嘅技術工人，識得同 AI 去一齊協調工作嘅工人，先至可以成為人工智能最難取代嘅一群。呢班人呢，先至可以揾到最多錢。面對住呢個趨勢呢，其實我哋特區政府亦都有一個責任呢，係因應嗰個科技嘅變化，重新咁去引導我哋社會呢，係認識唔同工種嘅價值。未來呢，喺新能源產業、智慧製造產業嘅技術人員唔再係傳統嘅藍領，甚至乎未來嘅建築工人都唔係傳統嘅藍領嚟㗎啦，而係識得運用人工智能工具、識得操作自動化機械嘅新型技術人才。第二樣嘢咧，我亦都好同意原議案裡面提出嘅就係一個叫做先聘用後培訓嘅人才培訓階梯。呢個咧亦都係之前我哋政務司長陳國基去到德國考察雙軌制嘅職業培訓機制嘅一個核心嚟嘅。我哋知道咧，德國製造呢個品牌咧，其實係享譽全球。呢個正正就係建基喺我剛才所講嘅一個先聘用後培訓嘅一個培訓機制嘅核心之上，所以政府咧其實應該係可以透過而家推動大灣區龍頭製造企業同香港嘅院校合作，共同咁樣去制定一啲課程嘅標準，確保我哋嘅職專人才咧能夠係學以致用。而最後一點我想講嘅咧，就係職專教育嘅課程內容咧，其實係需要係跟得上產業前線嘅發展情況。而我哋嘅大灣區咧，正係高速咁推進呢個高端嘅製造業嘅佈局，無論係新能源嘅設備嘅生產維護，定係智慧醫療機械嘅應用技術，都係需要我哋頂尖嘅科技人員，亦都需要大批有精湛技藝、擁有匠人精神嘅高級技術人才。職業院校嘅課程如果唔能夠回應到呢啲咁樣嘅變化，畢業生就難以係勝任前線嘅工作。所以特區政府要令到呢啲課程呢係更加去貼近我哋嘅產業嘅需求，培養真正具備呢個產業技術嘅專職人才。主席，培養專職人才咧，唔係一個退而求其次嘅選擇，而係香港去迎接新型工業化時代嘅一個重要嘅部署。為職專人才搭建舞台，係可以令到我哋嘅年輕人開闢一條更廣闊、更新、更好發展嘅道路。本人謹此發言，支持動議同埋修正案。